毒教主喺江湖散播五毒邪術，修煉嘅人就會好似喪屍一樣嘅命使。而家只可以以邪勝邪，拯救江湖。大家好，我係 Rosa， 代表五毒派藍色系拳門，全新末日風黑邪系兩卡派手遊《邪影江湖》正式喺雙平台上市啦！喺《邪影江湖》入面，你可以闖蕩前所未有嘅暗黑江湖，體驗20萬字原創武俠小說嘅劇情。收集培養過百個精美嘅原創武俠人物，遊戲入面仲有紅顏系統，送禮培養親密度就可以解鎖各種姿勢。正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，我驚你把持唔住喎。而家下載遊戲即刻送你1萬抽 T0 級高戰俠客、極品紅顏等等新手福利。唔止啊，日日登錄仲會送元寶，過關解鎖無限連抽，開局就有機會配齊滿級陣容。咁呢一下子秒殺對手嘅，各位大俠仲快啲下載《邪影江湖》，同 Rosa 我一齊行入江湖，以邪勝邪。